今日我會講下網絡營銷員會做嘅4樣嘢，但係喺我講呢啲之前，我想加強一下，你可以喺 GoPro Insider 每日影片中期待嘅過程，呢個真係唔會係一個線性嘅體驗。我唔會淨係教你，然後 B， 然後 C， 然後 D， 我可能會去 A， 然後 V， 再翻去 C， 然後去 H， 再去 M， 然後跳。我會跳來跳去，我係故意咁做，因為有啲日子我會講技能，有啲日子講心態，有啲日子講策略，有啲日子講見解、建立信念，有啲日子講鼓勵。我哋會不斷咁樣圍繞呢啲內容。我嘅目標係希望你每日都可以有一個好穩固嘅加強課程提醒、更新，令你可以用嚟建立更強嘅心態、更強嘅策略、更強嘅信念，成為一個更好嘅領袖。好咩？所以無論你係自己用，定係將呢啲資訊傳遞俾你嘅團隊，無論係邊種情況，我哋都會不斷圍繞呢啲內容。我相信間隔重複學習，唔是重溫重要嘅概念。所以今日我想同你一齊探討基本嘅嘢。喺網絡營銷中，我哋做嘅4樣嘢。為咗描述呢啲，我會喺神奇板上畫出嚟。咁我哋就開始啦。我哋做嘅4樣嘢，第一，我哋賣嘢。我哋用口碑廣告嚟賣有價值嘅產品同服務。我哋賣嘢，有啲人話我哋中意，我哋分享，但其實我哋唔係真係分享。嗰個分享係一種銷售策略，明白嗎？要接受我哋係賣嘢呢個事實，明白嗎？賣嘢係冇問題嘅，而呢個就係賣嘢嘅重要性。呢個係我哋做嘅唯一一樣嘢，最終可以俾我哋帶嚟收入。喺你嘅薪酬計劃中，除非有消費者購買，否則唔應該有任何事情發生。明白嗎？我哋建立團隊，我哋做唔同種類嘅嘢，我哋複製，我哋推廣活動，我哋做晒呢啲嘢，但最終都係為咗促成銷售。所以我哋用口碑廣告嚟賣有價值嘅產品同服務，呢個係世界上最強大嘅廣告形式。明白嗎？所以要接受我哋係賣嘢呢個事實，人人都係賣嘢。呢個係基礎，呢個係創造所有機會嘅原因，係來自於向客戶銷售所產生嘅收入。第二樣我哋做嘅嘢係招募。我哋招募一個不斷擴大嘅團隊，其他人係做緊咩？賣嘢。所以你可以產生銷售，你可以建立一個團隊，你可以招募幾多你想要嘅人，佢哋會出去做銷售。而你作為團隊領袖、團隊建立者，會從中獲得一小部分嘅收益，明白嗎？獲得一小部分收入作為獎勵，因為你建立咗一個創造銷售嘅團隊。你唔會因為建立團隊而獲得獎勵，你係因為嗰個團隊所產生嘅銷售而獲得獎勵，明唔明白？所以第3樣我哋做嘅嘢係複製呢個過程。我哋賣嘢。我哋招募，我哋複製，咩意思呢？我哋招募嘅人，我哋教佢哋點樣賣嘢，教佢哋點樣招募，然後我哋教嗰個團隊點樣招募，再教嗰個團隊點樣招募。其實你嘅組織可以增長到幾大，係冇限制嘅，係基於你創造嘅銷售，你帶入嘅招募，佢哋亦都會產生銷售，仲有你嘅過程複製得幾多。所以複製係我哋業務嘅一大部分。你知唔知其實你可以做到嘅嘢係有限嘅？呢個就係當槓桿效應真係開始喺你嘅業務同收入中顯現出嚟嘅時候。槓桿效應係做緊某啲嘢，同埋而且因為做咗嗰樣嘢，會令到更多人加入去賣嘢，會令到更多人複製去招募同賣嘢。但係再講一次，你只係根據從銷售俾客戶嘅收入嚟收錢，所以呢個會創造一個指數型嘅結果。招募開始俾你少少嘅槓桿效應，複製開始俾你好多嘅槓桿效應。然後第4樣我哋做嘅嘢就係領導。我哋領導我哋建立嘅團隊，領導我哋招募同培訓嘅組織。你知唔知如果你攞2組人，完全一樣嘅人，其中一組有一個
就質量而言，一組有一個好嘅領袖，另一組有一個差嘅領袖，邊一組會更有生產力？當然係有好領袖嗰組。係啦，所以如果你一個好嘅領袖會做啲咩？一個好嘅領袖會令到人哋買多過佢哋原本打算買嘅嘢。一個好嘅領袖會令到人哋招募多過佢哋原本唔係佢哋嘅情況下會招募嘅人。一個好嘅領袖會專注於複製同系統，以便喺佢哋嘅組織內創造更多嘅槓桿。佢哋會揾其他領袖，你會去領導，但係你亦都會去揾領袖。你其實可以複製你嘅領導能力。好啦，所以如果你真係拆解開嚟喺網絡營銷中，你做啲咩？呢啲就係你要做嘅4樣嘢，所以要喺你腦海中搞清楚。你賣嘢，你招募，你複製，然後你領導。我會話俾你聽，通常頭2樣比較似一份工。頭2樣，你係賣嘢，你係招募，呢啲係產生收入，但係你係用時間換錢。你仲未有好多槓桿，你知唔知你嘅銷售唔係好多槓桿，你嘅招募有少少槓桿，因為佢哋喺外面賣嘢，係咪？你唔需要自己去做嗰單生意，佢哋喺做嗰單生意，所以喺嗰度有少少槓桿，但係仲未係好貴。呢啲唔係真正嘅槓桿收入，然後但係複製同領導嗰陣時就會變成一個生意。所以喺上面係一份工，喺下面係一門生意。所以喺呢啲課程中，我會講銷售，有啲日子我會講招募，有啲日子我會講複製同系統，有啲日子我會講領導，有啲日子我會將心態融入其中。咁所以我想你從中學到嘅3個課題係咩呢？第一，如果我們不出售，怎麼也不會發生，乜嘢都唔會。第二，呢樣嘢會創造收入，做呢2樣嘢會創造收入。第三，如果你學識點樣複製同領導，你可以將嗰個收入變成一個唔單靠你嘅生意。所以要揾槓桿，你喺呢度可以睇到少少開始。當你學識點樣複製同領導，你就可以真正加速呢個過程。好啦，所以今日我冇乜特別嘅作業俾你，我有多啲係一個信息俾你，你可以學識呢啲嘢，呢4樣嘢都係可以學識嘅。即使你唔係好自在，你都可以學識點樣去賣嘢。我從來都唔係好自在去賣嘢，你可以學識點樣去招募。即使你係一個內向嘅人，你唔識人，你都可以學識呢個技能。你學識點樣揾人、招募同建立一個團隊。你可以學識點樣複製同領導。我係一個完美嘅例子，活生生嘅證明呢啲係可以做到嘅。呢啲係可以由一個冇天生技能嘅人學識嘅。所以你可以學識呢啲，提高你對我哋做嘅4樣嘢嘅認識，投入其中，並且每日都進步。好啦，呢個就係今日嘅課堂。我希望你從中得到價值，希望你寫低咗，希望你將呢啲傳遞俾你嘅團隊。做到呢啲，我哋聽日再見。